去年6月，新竹一家囡仔行的放火案，这间囡仔行的头家后生因为甲爸母起冲突，放火杀死8个亲人。新竹法院审理当晚，今仔是判这个放火细弹的被告死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这个被告的兄嫂佮家属今仔嘛拢去法庭，伊嘛正肯定这个判决的结果。宣判结束了后，家属是感觉真安慰。 也未行出法院，就激动甲流目屎，因为伊的查某囝甲查某孙伫一场大火不幸过往。涉嫌放火细弹的查某人，经过法院年外以来审理，28以杀害直系血亲、尊亲属等罪，一审奉判死刑。嫁到他家，他们家还不到1年，就这样没有了。然后今天的判决终于可以让我就是觉得很欣慰。 对，觉得对司法没有失望，感到很安慰，也还给我们家属一个公道。这个负责人讲的火灾，都是去年6月伫新竹奶奶店放火这个案件。因亲家的第2后生，也就是因囝婿小弟，今年30多岁，甲因爸母伫厝内起冤家，就涉嫌买汽油伫奶奶店的1楼放火。放火这个人，因老母甲某仔等8个亲人，因为这场火灾全日来死亡。 检方甲起诉的时阵，讲这个被告心肝是真凶恶，无天良，而且手段真粗残，无教化的可能，坚称判死刑。也若新竹地方法院一审甲判死刑，终身褫夺公权。被告手段残酷，其纵火行为造成重大伤亡结果，他认为有剥夺被告生命，使被告永久与社会隔离的必要。我们一定是等到。 看到判决书之后，了解法院的判决理由之后，我们再来做后续的判断啦。一万年啊，甲上亲的亲人永远分开。家属想到已经白逝的小妹，讲话是讲到后甜。伊讲对判决的结果，司法总算提出公平甲正义。那被告的律师敢表示，收到判决书了后，会建议暂时要上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